来，那我们教今天的艾丽 A Boy 呢，它是一首 slow rock 的歌，然后它下歌的时候是不是把那个副歌拿到最前面唱？好，这个是为什么要知道要这样做吗？因为这个副歌很好听，它一唱就要让你知道我这条歌好听啦，哦，你听了你就会继续听下去，所以他把副歌拿上来唱，因为现在的人都很没有耐心哦。听主歌觉得不好听，副歌好好听哦，就要学这样，所以就把副歌拿出来，一开始就唱啊，你觉得好听，你就会继续听，就会想要学这样。好，来吧，前面呢也是一个讲故事的感觉，然后比较低一点点哦哈，第一句，过去的情，好，这个归二声，过去的情。一刀来两断，两断，到这位，过去的情，一刀来两断，很好，下面你全无带念。好，带量的带几声？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带会很大声，所以我们要小声一点唱，唱四声。你全无带量，带量。好，你全无带量，来。好，有一个 o 的抖音，互人心寒，表示依旧互人心寒的，那个寒在心里面的感觉。互人心寒，痴心人对你无稀罕，痴心人对你无稀罕。好，稀罕两字有发音呢，稀罕。痴心人对你无稀罕，我只有点点来成全。好，一样，成全两个字有发音，成全。好，来念过来这边哦。痴心人对你无稀罕，我只有点点来成全。一起唱，来。痴心人对你无稀罕，我只有点点来成全，做一个。好，成全马上接，做一个，来，爱你的无缘人，好，爱你的无缘人这6个字唱在一起。爱你的无缘人，有一个 A 跟一个 N， 对不对？无缘人，做一个爱你的无缘人。可以，好来，我们整段主歌来一次哦，来，过去的情，来，一刀来两断，你全无带念，互人心寒，痴心人对你无稀罕，我只有点点来成全，做一个。爱你的无缘人，下面放了哦，来，幸福的梦。好，这个幸我们要唱2声，幸。哦，幸福的梦。好 ，A 帮 B 弱一点，它缩给哈。幸福的梦，
到最后变成空。好，这个最后的最它是二声，不是四声哦，所以你要嘴上去哦。到最后，好，按念去，到最后就是走音嘛，最就掉下来了，所以我要往上。到最后，嘴上去就对了哈。幸福的梦到最后变成空，来。成空，下面不愿等待的人，二声，不愿等待的人。啊，如果你老是忘记怎么唱二声，记得点头。你若袂记，你就点头。安尼就有啊吼，不愿等待的人。你需要吗？好，这边一般的人都会唱一个音而已。你需要吗？你需要吗？但其他其实有转音的。好，你需要吗？好，到这里好不好？幸福的梦到最后变成空，不愿等待的人，你需要吗？来，幸福的梦到最后变成空，所以不愿等待的人，你需要吗？那个下面。痴情的我，无点头呢。痴情的我，要安怎将你来放？安怎的安二声，要安怎将你来放？到时候会，痴情的我，要安怎将你来放？痴情的我，要安怎将你来放？伤心的我，四个字，伤心的我，啊无。你要啊哈还是啊啊拢会使咯吼，啊他是唱啊无，伤心的我啊无地藏，伤心的我啊无地藏，再加一个 A 上去，三个地藏，伤心的我无地藏，伤心的我无地藏。好，来四行，幸福的梦，来，幸福的梦，到最后变成空。不愿等待的人，你需要。过来。痴情的我，要安怎将你来放？伤心的